自从2025年8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面对甲交托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撒母耳记下卷15章第10到3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15章。这个代志了后，押沙龙为家己准备马甲战车，搁派50个兵伫头前开路。押沙龙常常早早起来，徛伫城门口的路边，若有人有案件要互王判断，押沙龙就叫伊来，问伊讲：“你是倒一个城的人？”伊应讲：“仆人是以色列某一个支族的人。”押沙龙甲伊讲：“你的案件下情下理，毋过王无交代人处理你的案件。”押沙龙阁讲：“可惜无人指派我做这个地的审判官。若有人有烧过着审判的案件来我遮，我会照公道判决。若有人来拜伊，伊就伸手牵伊，甲伊针。以色列人的中间，若有人要去见王请求判断，押沙龙拢照安尼对待因。押沙龙用安尼暗中得到以色列人的心。4年后，押沙龙对王讲：“今日准我去希伯伦，互我通对上主谢愿。因为仆人住伫叙利亚的技术的时，有下愿讲：上主若互我搁倒来耶路撒冷，我要去希伯伦服侍上主。”王甲伊讲：“你通平安去。”押沙龙就出发去希伯伦。押沙龙暗中派使者去以色列逐个支族讲：“恁一个听到扫角的声，就话讲：押沙龙伫希伯伦做王啦。”毋过，押沙龙对耶路撒冷所请甲伊去迄200个人，拢毋知代志的头尾。押沙龙献祭时，派人去基罗城，请代笔的参谋阿伊多弗来。对安尼缀押沙龙的人愈来愈多，反叛的势面哪来哪强。有人来甲代笔报告讲，以色列人的心拢归向押沙龙啦。代笔对遐个甲伊伫耶路撒冷的人臣讲：“起来，咱着逃走。若无，咱袂当逃避押沙龙，着赶紧走，才免伊怜悯入着咱，伤害咱，杀死城内的人。”王的人臣甲王讲：“阮的主，阮的王所决定的，你的仆人拢要照安尼做。”王出城，伊的家眷拢缀伫伊的后面，只有老10个嫔妃顾王宫。城内的人嘛缀王离开，因行到城的最后一间厝停地。王的人臣拢伫伊的面前行过去，所有的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甲对加得缀伊来迄600个加得人，嘛拢伫王的面前行过去。王甲加得人以太讲：“你是安怎要甲阮去？着倒去我身王，你是外国人，对你的本国倒咱来遮。你昨昏才到，今仔日我家己都毋知要去倒位，哪通互你甲阮做伙漂流转去，甲你的兄弟做伙带倒去？愿上主用慈爱信实对待你。”以太应王讲：“我记永活的上主，伫我的主我的王面前咒詛。王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你的仆人无论死活，拢会伫遐。”代笔甲以太讲：“好，你
进前行，家己人以太甲遐个缀伊个人，甲所有个囡仔就拢过去。军帝王个人过去个时，所有个人拢大声啼哭。王家吉伦开国人民嘛过去，往通旷野个路行去。看咧，祭司撒督来啦！所有缀伊个利未人嘛将上帝个约柜来，因将上帝个约柜下伫遐。阿比亚他嘛来到遐，听候对城内出来个人民拢过去。王甲撒督讲：你将上帝约柜倒去城内，我若得到上主个恩典，伊会互我倒来，互我阁看到约柜甲藏约柜个所在。上主若讲我无介意你，愿意照伊个意思对待我。王阁甲撒督讲：你竟毋是先见，你通平安倒去城内，你个囝阿希玛斯甲阿比亚他个囝约拿单，拢通甲你做伙倒去。我会伫旷野个渡口，听候恁报消息互我。撒督甲阿比亚他就将上帝个约柜倒去耶路撒冷，因就留伫遐。大卫对往橄榄山个路上去，砍头烫只骹，哪行哪吼。缀伊去个人嘛砍头上去，哪行哪吼。有人报大卫讲，阿希多弗嘛缀押沙龙伫叛党个中间。大卫讲：上主啊，求你互阿希多弗个计谋落空。大卫上到山顶敬拜上帝个所在个时，阿基人护士拆哩衫，头壳染涂粉来迎接伊。你若倒去城内，甲押沙龙讲：王啊，我要做你个仆人，我以前做你老爸仆人，当我嘛要安尼做你个仆人。安尼，你就袂当替我破坏阿希多弗个计谋。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嘛会甲你伫遐，你伫王宫所听到个，就甲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讲。撒督个囝阿希玛斯、阿比亚他个囝约拿单嘛甲因伫遐，恁所听到个，就交代因来报我。对安尼，押沙龙入耶路撒冷个时，大卫个朋友护士嘛入城。面对甲交托，当人遭遇祸患，偏偏周围个人搁西瓜挖大饼，甚至空喙撒盐。这时，若有人雪中送炭，实在互人感觉弥足珍贵。对比进前，大卫对亚捫王哈伦表示友好，却换来受辱。此刻大卫互囝儿押沙龙陪伴，却有真侪人忠心军队，和伊做伙逃离耶路撒冷。押沙龙互大卫冷落，心生不满，展开谋反个计划。押沙龙常常到城门口路边底徛等，利用手段笼络人心，搁得到支持。押沙龙一步一步互人民相信，伊比大卫搁较了解因，也愿意为因个公平审判。伊搁向大卫白菜，讲家己要向上主许愿，希望互伊到希伯伦行愿，结果却是要通人拥护伊做王。大卫得知押沙龙叛变，首先想到的毋是讨伐押沙龙，反倒是爱所有的臣仆赶紧离开，因为担心全城的人会受杀死了了。对这
通看到押沙龙甲大卫的对比，一个是想尽办法为家己筹谋官位，另外一个是顾及身躯边的人，而且将一切交托上帝。大卫这种顾念别人的性情，互真侪人甘心留踮伊的身边。当大卫希望甲敌人以太带着同胞落踮新王遐的时，以太对大卫讲：“我去应我的上主伫我会主我的王面前就职。王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你的仆人无论死活，拢会伫遐。”接续，阁有祭司撒督、甲阿比亚他以及阿基人护士，表达想要军队大卫的意愿。因对大卫的忠诚，并无因为押沙龙称王就动摇。大卫虽然落入艰难中，犹原有人愿意忠诚军队伊。人遭遇患难的时，上困难的莫过伫交托甲面对。不过，咱看到大卫坦然面对家己的处境。当祭司跟约柜要来军队大卫，伊却爱因甲约柜扛转去城里。大卫相信，若伊犹原还伫上主面前蒙恩，上主必然会予伊重返耶路撒冷，安放约柜的所在和上主的居所。若上主无搁再介意伊，那安尼就互上主随意款待伊。大卫伫逃亡的过程中，犹原专心仰望，甲家己交托伫上主手里，愿意接受任何结果。面对爱主的陪伴，大卫的心真悲伤，但是伊面对现实无绝望。伫在昔日的谋士亚希多弗投效押沙龙，大卫只求上主互歹人的计谋拢落空。对了后几章的叙述，通看到上主垂听大卫的祈祷。押沙龙最后失败，亚希多弗因为建议无受采纳，就倒去家己的故乡，就掉到身亡。大卫深切体会到，人伫患难中上大的帮赞是上主。这提醒咱，遭遇困难的时，毋免惊吓。当咱勇敢面对，甲诚心交托，上主必然开路。默想，遭遇患难也是受所疼的人陪伴的时，我会安怎面对？我会当放下怨恨，全然交托无？遭遇患难也是受所疼的人陪伴的时，我会安怎面对？我会当放下怨恨，全然交托无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主，当我面对亲友的叛逆的时，求你予我会当放下不满甲怨恨，予我学习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求你开我的目睭甲耳孔，予我看见甲听见真诚款待我的人，也愿患难诚侪日后滋养我属灵性命的养分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